我想这个强讲一下，听讲沃创买卖以後將年地圖來完善登記，將會本政府發錢，請問按樣辦辦理呢？好，這份係房屋買賣嘅流程圖，老政府文件。首先，雙方要填一份買賣移轉契約書，政府本各一份，政本要答權利價值1/1000嘅人法。過了，將到抽權嘅稅務局分局、稅務機關去申報房屋契稅、老土地增值稅，稅納清後，就個到挨到兩片辦理所有嘅買賣登記。了解，我還會準備哪啲資料呢？辦理登記時間，請帶寫好寫嘅土地登記申請書、人法答好嘅買賣移轉契約書、繳稅證明、身份證、人呢、義務人人感證明、土地簽從就做得辦理咧。我哋咧，希望你這份資料本人帶轉去參考，這係我嘅名片，係講有唔了解嘅地方，歡迎打電話來詢問。好，希望你哦。